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0年11月18。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83篇第1到第4、第9到第10、17到18节。另外是以斯帖第7章第1节到第10节。新约是马太福音24章45节到51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甲分享的主题是忠心甲智慧。伫咱基督徒来讲，忠心，然后欠缺智慧，是一个愚妄的忠心。迄智慧却是无忠心，亲像蛇共款，是安尼真干巧，是背离上帝。亲像耶稣基督所讲的，着爱注意，我找恁出去，亲像羊要去入伫豺狼的中间，恁着爱亲像蛇共款灵巧，亲像钱仔共款顺良。这是伫马太福音第10章16节所讲的话。基督徒受到上帝的呼召来服侍教会，也是讲来服侍众人，即种来讲呢，咱需要有忠心的态度，不但要有忠心，嘛要有上帝的智慧。到底是啥物货是上帝的智慧？我想咱会去误解，就是讲安尼足贤做代志足巧的会当想东想西但是有一个真基本的物件啦耶稣基督甲这军队伊的人安尼讲，之罪是真重智慧的罗卜，主人所设立来管伊的家内的人，通照实分绵羊互因。主人来拄着伊安尼行，迄个罗卜有福气。我实在甲恁讲，主人要设立伊来管伊一切所有的。这个智慧毋是存着私心的，是存着对上帝来迄个智慧，诚做上帝的同工，这是较重要的啦做主人的好萝卜做上帝的好同工。基督徒应该亲像经文所讲的，着爱忠心来管理受交托交代的事。即使是主人无伫咧，即个中间也应该安尼，因为总是有一天，主人会阁倒转来验明即个萝卜是毋是忠心伫所托的代志顶悬，是毋是照着即个主人的智慧来执行。有诶时阵，咱掠做讲，迄是咧讲家己有能力啦，有聪明啦，就要照家己的方式来做啦，等等但是迄毋是上帝的旨意啦简单来讲，就是讲有智慧的服侍，就是去追求上帝的旨意，照上帝的方式去做。真可惜的是，咱看见即个全世界称做讲民主国家的带头羊，也发生政治的舞弊，是讲选举的即个问题、贪污、利益交换等等徇私的问题亲像耶稣基督所摕着伫后壁段所讲的迄个无忠心的萝卜共款，只有管家己的欲望甲需要，对其他的人却是非常的刻薄。咱真侪时阵用家己的角度来思考，也是来看上帝。咱想要从即个家己的价值观来即个看，也是讲平常上帝，真少追求去明白上帝的角度以及伊的旨意。
上帝其实是无对人的文化、人的角度来看代志，就含即个伊的束缚也共款，吼。以色列文化甲台湾的文化足共诶，真强调男性后生吼，真强调所谓大囝。但是咱伫11月16日读经的经文中间，用士师记第4章的经文讲到，女先知是一个上帝好的工人，上帝也差遣一个妇人人来替伊出手。咱嘛对其他的经文看见上帝对大囝的即个态度。事实上，亲像约瑟的2个囝受祝福的代志在内，上帝有照伊做代志的原则，咱看见上帝对大囝的态度，事实上是无共款的吼。包括你像讲约瑟的2个囝受祝福的代志在内啦，约瑟坚持讲这个才是大囝，但是上帝有伊的祝福的方式。圣经的中间来讲，真侪重要的继承拢毋是大囝比如讲雅各啦，比如讲摩西啦、大卫王啦，还是讲所罗门王啦，等等遮个人。上帝有伊的旨意甲伊成事的原则。只有照伊的方式来做，这是确实真正的智慧。若无就容易违背上帝的旨意，成做迄个无忠心的奴仆。咱看今日的经文，以斯帖伊就是一个真好、真忠的奴仆。伊无考虑家己的安危，伫即个受到苦困了后。伊开始用上帝的角度来思考，伊就无搁惊吓去面对。虽然是一个妇人人，阁是一个外邦的人，伊大胆来为着要拯救上帝的百姓来努力，成做一个真重要上帝忠心阁有智慧的奴仆。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0年11月18日。诗篇83篇1到4、9到10、17到18节，以斯帖记第7章第1到第10节，马太福音24章45到51节。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尽忠智慧。我们说忠心而缺乏智慧，这种人叫做愚忠。那么有智慧却不忠心，就会变成跟蛇一样的狡猾，很可能是背离上帝的。正如同耶稣基督所说的，要留意我派遣你们出去，正像把羊群送进了狼群中。你们要像蛇一样的机灵，像鸽子一样的温驯。这是在马太福音第10章第16节，耶稣基督的教导。基督徒受上帝的呼召，服侍众教会，服侍众人，就应当要忠心，不但要忠心，更要有上帝的智慧。耶稣基督这样教导跟随他的人说，那么谁是又可靠又机智的仆人呢？我们说智慧就是受主人的指派来管理其他仆人，按时分配粮食的那一个人。主人回来的时候，看见这仆人这样的忠心职守，这仆人是多么的有福啊！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所有的产业。这个智慧不是存着私心的，而是存着上帝的智慧，称为上帝的同工就像耶稣说的，这个主人所差派的仆人
基督徒应该如同经文里面所说的，就是应该要忠心的管理所被交托的交代的事情，即便是主人不在的时间，他也要一样的做，因为终有一日主人会回来，然后呢，就要验证仆人是否很忠心的在他所托的事情上面，是否按照主人的智慧去执行。有些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很有能力，或者我们误解那个智慧，那用所谓的能力啊、聪明啊，却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去为之，但是明白的，那并不是上帝的旨意。简单的说，有智慧的服事就是去寻求上帝的旨意，按照上帝的方式去做。但是非常可惜的，就连现代的全球号称为民主国家的领头羊的国家，也会发生所谓的政治选举的舞弊、贪污、利益输送等徇私的问题。这些正如耶稣基督今天的经文，耶稣基督所说的后半段，那些不忠心的仆人一样。他们只管着自己的欲望、自己的需求，对他人却是非常的刻薄。我们时常以自己的角度在看上帝，想试着从自己的价值观啊、角度啊来评量上帝，我们却少努力去追求明白上帝的角度以及他的旨意是什么。上帝不从人的文化跟角度去衡量事情，或是去做事情，就连他祝福人也是一样。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以色列人文化跟台湾的文化是非常接近的，比如说强调男性啊，强调长子啊，我们说男性就是像儿子啊，我们在11月16号的经文里面，以士师记第4章来分享。那我们看到的上帝差遣的是女先知、女士师，上帝也差遣了另外妇女来替他出手。我们也从许多的经文里面看到上帝对于长子的这个态度。事实上呢，在圣经里面包括了约瑟的2个儿子受祝福的事情在内啊。那圣经当中很多的继承呢，其实都不是长子，比如说雅各，例如摩西，像大卫王，像所罗门王等等的，他们的安排其实都是由上帝的旨意去执行的，这是他成事的原则啊。人们只有按照上帝的方式去做，才是有智慧的，否则我们很容易就去违背了上帝的旨意，成为那个不忠心的仆人。另外，我们可以从今天的经文旧约以斯帖的记载来看到以斯帖皇后的事情。总体来说，他真是一位忠心而有智慧的人。开始的时候，他也按照文化礼俗，他也觉得是一个妇人，然后又是外邦人，对不对？那后来他开始从上帝的眼光来看事情的时候，他也听了劝告，舅舅的劝告，他不再畏惧困难，不怕死亡，他就勇敢的踏出去为上帝人民来出声音。当然是有智慧哦。他了解了上帝的角度的时候，他用这样的生命态度去解救了上帝的百姓，真的成为一位忠心又有上帝智慧的仆人。